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2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节目一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税金有中破发现金6000块，今仔日早起8点开始开放线顶登记，身份证买数0到1个人会当大声登记。南部欠水真大，清明要到啊！台南市的消防局呼吁民众备忘莫用火。继续来关心烟害防治法的新制度，对今仔日开始实施，全面禁止食电子烟，抓到有食的，上当会罚1万块。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爱加强处理，严格有地方的卫生局是坦白讲，人力有限，而且部分的时间嘛短短啊，那真正要了违规、要了违法，困难度真悬。我们已经有增补人力给地方了哈，那今年、明年还会陆续增加人力哈。那至于说这个实际上的这些可能碰到的困难，那就一一予以排除嘛。因为其实就以前在稽查这个未成年购烟等等这些，还是做的还是在做啊，那个也是有困难的，所以困难不是不做的理由啦，是要想办法去克服。立法院第1月份的时，三读通过《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全面禁止电子烟、嘛立管加热烟甲载具，违法制造、进口、买卖广告，相当罚5000万。另外，禁止部分的年纪提悬到20岁。啊，若伫学校是全面禁止食烟。全国民众要检举，要有具体的证据，包括时间、地点，搁要翕到影片也是相片，才有法度成立。啊，若按照新的规定，伫网络平台看广告，网络平台嘛受处罚，相当是罚100万。继续关心税金有中要破发现金6000块，今日早起8点开始开放线顶登记，身份证买数0到1个人会当大声登记。到头早3点为止，已经有78万人完成登记啊！啊，那网站对早起甲单用起来嘛拢不加顺。破发现金6000块的官方网站日正式上线，第一天开放身份证买数0到1个民众完成登记。考小姐透早8点就为囡仔登记带领，流程是真顺利。在10分钟内就完成了，就是大概搭车的过程中登记，用手机还蛮快的。到9点半为止，已经有25万人完成登记，没有塞车的现象。那么希望这5天的分流可以顺利。身份证买数分流了后，自7开始全面开放登记，除了登记入户头以外，也有 ATM 领现金、邮局领现金，直接入户头甲做册发放。按过无共款领方式的实际日期，还佫等行政院来公布。像破发6000块的相机，各大超商推出优惠，每种银行也坐顺风车推出加码回馈。用数位支付信用卡，一方面可以赚取高回馈，然后一方面可以更精准的消费。破发现金6000块，有无上紧4月初大就领到现金，按过诈骗的钓鱼网站是无法度防堵。财政部呼吁，爱记一名网站上尾是 gov.tw 避免受骗。若拄到基本严卡，应用反诈骗专线来查询。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咱总统蔡英文第29伊要出国访问，迈过境美国的纽约甲洛杉矶，佮会甲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见面。中国对此是表达强烈的不满，认为过境美国是咧推塞台独的借口。白宫是认为讲，中国唔免有这么大的反应，唔免反应过度，因为进前就过境美国的例。总统蔡英文29要出去访问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甲贝里斯，10天的行程会过境美国纽约甲洛杉矶，按算甲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佮发表公开演讲。中国表示坚决反对美台任何形式官方的往来，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以任何名义、任何理由窜美，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当局领导人过境是假，谋求突破，宣扬台独是真。There's no reason for China to overreact. Heck, there's no reason for them to react. I mean, this is something that, as I said, is commonplace and has happened before, will likely happen again. 美国白宫回应表示，中国无理由反应过度，也无想要淡化蔡总统的过境。这几年来，每一位台湾总统拢捌过境美国，这是回应官方而且个人的旅行并无罕见。
蔡总统的出访慰安各项目表示，拢会甲受访国进行讨论，确保安全。出访的一些地点相关的一个维安的配置，我们都会跟受访国的警政的首长，还有治安的首长来进行沟通跟讨论，确保总统出访的安全。另外，中共是毋是可能趁总统出国访问的期间军演？国防部回应表示，以中共过去的手法，国防部拢应整合相关应对方案，无方便说明。自由航行是国际惯例，中共应该遵守相关的惯例。记者综合报道。美中两大国互相竞争，国安局的局长蔡明安上任了后，今仔日头解去立法院报告，伊表示美中竞争的办势是继续在欠悬，而且出现集团化对抗的趋势。针对前总统马英九要去中国祭祖，赖总统蔡英文要出国访问，时间有定他。蔡明安是表示，今年是中国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元年，前总统要去中国有政治意涵。美中两大强权维持战略竞争，牵动印太区域情势。国安局长蔡明安就任了后，自第一摆到立院报告，讲到美中战略竞争继续提悬，呈现集团化对抗趋势。针对前总统马英九要去中国访问，甲总统蔡英文出国访问的行程定下，留意关心中国是毋是就此操作统战。蔡明安表示，今年是中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元年，马英九去中国有政治意涵。要注意到中国大陆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个统战的操作，但是我相信以马前总统他以一个现任元首的身份，他应该会自己注意到这些相关的问题。大国格局里面，大家选边站嘛。那透过一个前国民党的主席或前中华民国的总统，要塑造一个形象，就是台湾是跟中国站在一起。中国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外国政要的规划，都有他的一些政治的评估跟盘算在里面。针对中共加大军事力头，国军强化建军备战，也甲美国深化军事合作。国防部副部长毕鸿辉指出，美方借由高级人员的交流，甲机关系统整合，增进彼此信任合作甲能力。台美军事互通性会加做未来交流的重点。重点着重在我们如何融入印太地区，维护台湾安全。中共操作中间地带冲突，地带海建立新常态。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朴任哲进行示警，两方若是爆发战争，美军支援爱等几个礼拜。毕鸿辉强调，国军未挖苦救助任何一边来保卫家园。在台海周边，目前来讲，不管是美军也好，或是中共也好，都宣布了演习的区域。我想，在这个整个区域形势上来讲的话，我们会用最坏的情况来看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有最好的准备。毕鸿辉强调，印太地区情势拢是透明化，国军注重融入印太地区，会运用区域对中国威胁，将做集体安全合作的新趋势。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今仔日伫立法院针对各县市通勤月票进度的规划做报告。目前咱全国22个县市已经有20个县市提出月票的方案，嘛已经开始咧改系统做整合，目标是伫今年的7月份开始实施。全台湾通勤月票7月份敢会实施？交通部早起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各界拢真关心进度。交通部长王国材讲，目前较明确的区域是北北基桃、台中彰化、南投苗栗。甲南高屏，其中北北基桃甲南高屏，因为进前已经有相关月票推动基础，7月份实施较无问题。全台湾22个县市有20个县市参加这个月票的方案那他们也都在提一些相关的内容，包括市区内的公共运输，还有包括我们台铁现在是这个全力在加速，我们原则上就是7月以7月开通为目标。目前月票优惠票钱的差价。市内公共运具，直辖市补助50%，非直辖市补助75%。国道客运甲台铁等等城市之间的公共运具，中央补助90%。不过，民代关心讲，7月份电钱起了后，台铁甲高铁拢靠食电的，成本百变的加悬，到时恐惊会面临车票起价压力。一年增加3亿，3亿，那这样子会不会调涨票价？我们现在还没有规划。是不是？如果说因为电价调涨，各地方这么吃不消，又要调涨票价，那不就是又是来全面买单？交通部表示，目前车票是无起价的暗算，其中台铁目前也是亏损的状态。在公司化的过程当中，会当适当调整政府吸收负债比例。针对起电钱会增加公共运输的成本，嘛会甲经济部讨论甲沟通。记者综合报道。
中南部无落雨，水情有较暗。政府已经宣布，对今仔日开始，新竹以南水情的灯号会由蓝灯转做青灯，所以嘛呼吁乡亲爱做好欠水。另外，考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伫今仔日嘛召开第2届会议。我们启动了南部的抗旱机制。那目前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是采取联合调度的方式。那我们运用了包括地下水，这个放流水，包括河川水，各种备源的水源，能够增加我们的供水的韧性，也减少包括像这个南化水库，像曾文水库、乌山水库等等下降的速度。那目前预判5月份的梅雨，那么是不确定的。那7、8月的台风也还没有确定，所以我想是必须采取比较严格的标准进行抗旱。过来欠技能，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再去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伊表示，4个月进口技能会扩大到3000万粒。另外，农委会卖扩大冷链的库存，要增加10倍，方便调度。今天一斤白蛋卖80，好不好？今天我便宜5块。买卵的民众排甲乐长，鸡卵的大卖价大概经起到55块，是历来上悬价。实际到市场买卵，山卖的卵价嘛直接称到80块，就算变贵，犹原无够卖。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除了3月底进境会进口500粒卵，天气热落的4、5月，进口量会倍数增加。至少都会超过3000万颗以上的鸡蛋呢进来，那来弥补这一个短期的不足的部分。透早到立法院经委会业务报告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保证大量进口鸡卵，袂影响到产地继续，鸡卵的直接入通路有优先调送区域，尤其是要往北部的部分来调度。农委会指出，国内产领导回升，这礼拜卵价数量来到3150万只，比顶礼拜增加59万只。不过，执政党立委指出，社会媒体出现袂少民众囤卵。看出造成大量体卵、落卵的相片，各美政府买袂到鸡卵，立委质疑囤卵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囤蛋这件事情是非常不智的，因为鸡蛋有保存期限，它会坏掉。鸡蛋的这个现在的供应秩序让它更稳定，那我想这件事情就可以来解决。敢是囤卵害鸡卵供应无够，佮等待厘清。不过农委会是拍算要扩大鸡卵的冷链库存。主委陈吉仲说明，面对年底可能会有更较大的冲击，去年库存3万箱鸡卵，今年要佮加10倍，对年底的调度会愈有帮助。记者林静梅、吴家宝台北报道。继续关心国立国中瀑布园10万笔点状的图片档案捞去中国的拍卖网站，而且是到9个月后，媒体压出来代志才曝光，引起批评。立委伫今仔日就专工去国中考察，要求国中要做好治安的防护。国中典藏珍贵的国宝，透过电视，让大家欣赏到这数位作品的价值。不过，国中进前爆发10万笔典藏的高清图档，遭到骇客外流到中国的淘宝这网站来拍卖赎卖，引起批评。立委日特别到国中考察，要求国中做好治安防护机制。觉得个人可能当然有错，可是最重要是说，在我们开放资料的过程中这个系统性的资安并没有做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如何能够补救。国中强调，立院去年要求国中开放600万位数的文物数位图档，让民众免费下载。国中为去年4月开始开放，业务承办人为加速档案的数位化，用家己开发的影像转换程式降解处理，各将资料刷加用提供对外服务的伺服器顶悬，反倒倒来地书多动外流。不要因为一时的轻忽，或是一时的贪快，或是一时的求方便，因为这样的一个疏忽的话，把我们前面所有的努力，都一扫而光。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每一个同仁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泄气。不过，立委认为国中治安的防护意识顶悬明显无够，一直到9个月了后，媒体曝光专案，才做治安通报。同仁是说，因为他不是典型的一个所谓的骇客，所以他在那个治安通报的那个表里面找不到单位可以填。我问了唐部长，后来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填，所以当然就是没有做，这个都是事实。
高检强调，除了对所实的承办人员已经进行处罚以外，人员训练不够的部分会阁进行检讨。因为这代志并不是单纯的害客入侵的案件，高检也无授权一个单位应用报告式贩卖活动，会透过律师要求下架以外，高研究如何追究相关的违法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清明要到啊，因为南部欠水真大，加上这阵啊提早备忘蒙地火烧拢无停过。台南市的消防局就讲，3月7日到19，短短10多天时间，火灾有230多件，主要拢是烧金，火无拍花。尤其南部即卖已经超过500天无落大雨，火咧炭是真紧，所以消防人员即卖拢无用咧拍火，嘛呼吁民众备忘唔通用火。直升机载水伫天顶飞，赶要去拍火。山林内底因为不明的原因着火，而且最近阁无落雨，烧的速度是真紧阁真猛，火一个就倒几片，和消防队员是真忝头。我们尽可能去不要去燃烧杂草哈。那如果需要除草的话，建议可以带相关的工具去把草割下来，那再把它吸回丢弃。最近有真侪民众趁休困时啊去扫墓祭祖。台南市消防局统计，今仔3月7日到3月19，这短短10几天，公墓甲田地杂草着火案件都有232件。主要原因就是点火烧草、烧金，无甲火拍花。那如果违法田野引火燃烧行为的话，就可以依消防法规定处新台币3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同时，这个也会涉及空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刑法的公共危险罪。因为火没办法去控制它。加上今年又都没有下雨，它怕会波及到其他不是目的的地方，自然把它堆积掉，它还是会分解掉。南部久无落大雨，闸门水库的蓄水率到3月2日为止，敢若剩11.2%。天气打扫，较熬着火。台南市消防局呼吁民众清明扫墓，莫点火烧草，草枯了嘛爱甲炸走。嘛鼓励民众捐钱做功劳，取代烧金，唔但减少空气污染，嘛互救灾人员免走来走去，减少消防用水，降低市民伤亡甲财物的损失。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台中有一个高中2年的查甫学生，2月底是伊伫厝内行底路，伊家属伫今仔日出来指控讲，拢是因为学校的教官对去年10月份到今年1月份真侪届公开抄即个囡仔的身躯和册包啊，佮甲按几若条罪名。顶学期记24支小告、14支警告，家长是指控讲囡仔是去互学校逼着的。台中的教育局介入调查。学校老师将这个学生为调的，而这个查甫学生嘛大声为家己来讲话。我没有偷东西，你还一直跟我说你偷。这个学生读台中一间公立高中的2年，学生的父亲出面指控，去年12月19号，校内有学生钱放进去，校方过几工却认为是个囡仔偷摕的。虽然囡仔一直伫好认，不过是被要求写学册结束，学生真着急向家长来求诉，父亲嘛真自责，无法度甲囡仔斗3工，嘛使得囡仔不堪压力，伫今年2月底，伫厝内底轻生。对妈妈求救的讯号很多，原来小朋友在学校承受这么大的压力，被带到教官室里面，把他的5个大人团团围住，把他的书包整个倒出来，再检查有没有违禁品，这个是常态性的。人本基金会指出，这个高中生伫高中的时阵表现相当正常，不过进了这所高中了后，煞歹因为啉酒，被校方列作是重点辅导对象。为去年10月到今年1月，就以各种的理由来抄身躯，或者是抄册牌啊，以各种的名目来栽赃。干那高二的顶学期就被记到4支小告，还佫有14支的警告，互这个学生身心受创。人本认为是校方违权甲标签化，将这个学生逼上绝路。但是市教育局嘛，因为无作为，被批评失职。教育局将从严就办，绝不宽待。教育局高度重视此案，绝对没有将此案归咎于学生家庭因素或个人行为。都已经开了第1次的会议了，好，紧接着第2次会议会召开，会启动相关的程序。校方表示，目前已经组成调查小组，强调对这个学生是依照定数来进行辅导，并无针对性。但是教育局嘛将会伫2月7号来约访相关的人员，确认是毋是有不同管教，今年来厘清事实。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云林的警方，连续3礼拜加强临检，要抓诈骗、嘛在扫清甲扫毒，有抓到197件犯罪。另外，伫后背有一间 KTV 是清在发生治安事件，阁有一寡未成年半暝啊伫遐乱踅。云林的警方甲移送管府，建议管府要做停业的处分。为了打击犯罪，云林警方加强查缉捕发，近期新地后尾查到一名单身嫌犯。 非法摕到改造手机和签字21发，另外嘛透过监视器顶线索，来到一间汽车旅馆，搜出1支毒品海洛因23包，2支毒品安非他命10包，和现金21万外，将领嫌顶3人移送法办。林嫌生性狡猾，在专案期间总共变换了4组车牌，增加查缉难度经本大队刑警大队侦缉队人员持续搜查分析行车轨迹以及调阅监视器在汽车旅馆查获到案。日前主联办明年会，高调举办除旧活动，引起热议。云林警方嘛针对辖区内帮派经营投资的行业处所，和新源定国际的处理所实施临检，出动建立654人处，进行临检处291处，总共查到各类犯罪197件。共计查获枪爆案、已建立人、贩毒案22人，持有毒品案35人，通缉犯33人。另外结合第三方警证。 移送县政府裁罚勒令歇业1件。警方表示，为着后尾有一间 KTV， 也被查到报名留有未成年的少年，而且发生冲突的治安事件几届。警方看到要求改正，但业者拢无插。警方嘛头一届运用第三方警政移送县政府，建议采取勒令停业。记者有报道。 今仔日3月2日是世界水资源日。根据联合国上新的数字，全世界有20亿个人口无清气的水通啉，而且当年全球嘛有大约140万人因为水资源欠水尾啊死亡。为了保护水资源，今年巴西有种3万丛树啊，来保护水头。为了要迎接今年的国际水资源日，巴西非政府组织这群伫咧里约热内卢州。 瓜纳巴拉湾的红树林湿地内面，种差不多3万丛的树啊，希望借此降低气候暖化影响，也减少对水资源的伤害。因为有健康的红树林，也代表有丰富的鱼和人类食。Uma floresta de mangue, ela chega a fixar de 5 a 12 vezes mais carbono do que a floresta tropical. Então, assim, a solução para a gente sair da crise climática está aqui. 社会喀麦隆当地水资源正欠。 民众普通时生活用水，拢是到定点用桶仔管仔来装。因那象牙海岸的重要海港城市阿比上，是因国家重要的经济重点。不过当地无电通抽水，民众若要啉水，拢去河边摕无经过净化的水啉，对民众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C'est pas facile. Nos enfants, d'autres même souvent, ils ont des infections même au niveau même du ventre. Même j'ai une soeur même enceinte même qui est à la maison là. 为了要管理和保护地球的水资源，联合国自1993年开始，定每年3月2日是世界水资源日，到今年拄好满30年。根据联合国上新的统计，全世界1/4的人口，差不多是21人无清洁饮用水，每年大约有140万人因为欠水加水污染的相关疾病而死亡。非洲10个国家，差不多1亿9千万的儿童受到欠水等相关的威胁。 联合国伫咧2日在纽约开3天的水资源大会，将会针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加污染找解决的方法。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那伫非洲的索马利亚是欠雨水嘛欠粮食，造成去年一冬有4万多人遥不到饿死，其中有一半是无到5岁的细汉囡仔。另外，伫肯亚有民众上街头示威，因是抗议通货膨胀不价起，嘛要求因的总统爱落台，嘛甲警方发生冲突。民众甲车队围勒，一直大声喊，因是真激动，摕鼎一直卡，甚至走去厝顶大声喊。当回国加庆下，拜一有侪民众去首都内罗毕的街仔路，伫反对派领袖奥丁加的带领之下，抗议政府应对通货膨胀不力，而且坚持去年8月总统大选出现乌箱的问题，要求总统鲁图落台。奥丁加还佫放调讲，逐礼拜拢会去街仔路抗议，一直到物价下降为止。不过警方事先就宣布集会是违法，警告民众唔通去街仔路。抗议迄天有派侪警力，用催泪瓦斯甲水炮强制驱离。
不过这示威的民众是激烈抵抗，结果首都的街仔路四界团团烟甲火，规个是乱糟糟。 We are suffering. I can't even afford even a liter of sugar. Sugar now is even 40 shilling. Last government, I can say, in fact, it was saving us. This government is full of hypocrites. 当地媒体报道，至少有1个人受伤，几个人去逮捕，包括几个国会议员。路途政府讲，抗议敢若会破坏庆仔的经济。路途上任的时阵答应讲，要减慢物价起价速度。不过庆仔2月份的通膨率倒是真悬，有到9.2%。 附近的国家索马利亚情形是搁较歹，因为已经连续5个雨季拢无落雨，可换已经致死万外人无物件通好食，甚至是营养不良饿死或者是病死。Kita boleh ada, kita boleh ada, kalau saya guri, baik doa kau song kang di song ki Syabang ki tu, entah kau Syabang aku, song wilayah antok kedemat. 我呢，我把这些落地我的还人家来人，别人我不打那个毕业，我阿妈要的来人，我可买了个过去。索马利亚政府甲联合国20公布报告，去年索马利亚有差不多43000人因为渴患死亡，其中有一半是5岁以下的囡仔。研究者讲，渴患造成饥荒，致使民众免疫力大大降低。索马利亚的医疗资源阁无够，真侪原本会当救活的囡仔。 无法度等甲援助到位，就安尼死亡。若是无积极来协助，按算今年的顶半年，可能恐惊还会夺走索马利亚1万至3万多条人命。公司新闻7万0编译。继续关心战争的冲突甲战场，即马是春登到外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俄罗斯访问，两国嘛发表联合声明，讲要透过和谈解决乌克兰的危机。 啊，那伫乌克兰这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专工去基辅访问，嘛答应讲会继续援助乌克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月突然间改变行程访问基辅，同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伫咧莫斯科甲总统普京见面，两个所在离800公里，所是俄乌冲突延伸出去的外交对决。岸田文雄去发生大屠殺的布查店，向受难者献花。改めて今日ブチャの地に足を運ば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て、こうした残虐な行為に対して強い憤りを感じます。岸田是结束印度的访问了，突然间改行程去基辅访问，表达对乌克兰坚定的支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接受岸田5月7大工业国家组织 G7 峰会邀請，伫山頂參加。伊講北京與北京參加由烏克蘭提出來根據俄國撤軍的和平方案。 Китаю ми і публічно, і дипломатичними каналами передали нашу формулу миру і запрошення. 岸田人伫咧基輔時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伫咧俄國訪問。即間俄國2台戰略轟炸機伫日本海天頂飛7點外鐘，敢若是回應岸田這段行程。伫莫斯科，中俄兩國簽聯合聲明，習近平甲普京宣布，中國提出來12項要點和平方案，無重大進展。 объявила не только о поставках танков на Украину, но и снарядов с объединенным ураном. Похоже, что Запад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решил воевать с Россией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украинца уже не на словах, а на деле.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贯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 中國伫聯合聲明強調，就要尊重每一個國家合理安全關切來解決衝突。這種講法是配合戰爭。莫斯科講出兵烏克蘭是為了要防止美國加北約將烏克蘭變作反俄羅斯的據點。雙方強調，負責任的對話是解決問題上好的方法。公司新聞吳文明編輯。 法國政府修法要延後退休的年紀到64歲。頂禮拜，法國嘅總理動用憲法跳過國會，直接通過這個法案。在野黨不滿提出無信任投票，也毋過無通過。只是講因為敢若差9票爾，所以反對黨認為講也是有贏面，唔放棄。因即馬是要向憲法委員會提出審查。若各地頭嘅民眾共款繼續咧抗議，工會明仔載咪發起全國嘅大罷工。 市區4街的小本座市民在街路抗議年金改革，大批警力出動，各國民眾發生衝突。
法国年金改革前期继续滚价，政府打算将退休年会为62岁调悬到64岁。顶礼拜总理宣布动用79.3条款，使过国会强行通过法案。在当选期提出2项无信任动议，不过直接执行点名也是用9票之差惊险通过。 La majorité requise n'étant pas atteinte, la motion de censure n'est pas adoptée. Ils sont graves car il ne s'agit plus de s'opposer avec force, mais d'empêcher la discussion et de couvrir coûte que coûte la voix de l'orateur qui ne partage pas vos idées. 2项无信任动议分别由国会无共反党派提出，第一案是中间派提案，得到左派支持，最后得到278票。激进派提出的第二案只有94票。2项动议失败，代表国会会采取执政党的年金改革方案。不过反对派讲会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正式突破进程，也有改变的可能，也要求总理实质落台。 9 voix avec un gouvernement qui est d'ores et déjà mort aux yeux des Français, qui n'a plus aucune légitimité, et évidemment une première ministre qui n'a ni légitimité ni pouvoir pour pouvoir continuer son action et qui doit évidemment 外国媒体指出，总统马克龙的做法已经打乱年金改革计划，也削弱伊的领导力。法国总工会要伫13日起进行今年第9摆全国大罢工，发射路工加强动员。政治都市已经连续几日天闹大小小抗议活动，人数上济甚至有8万人。示威者宣示会抗争到底。公司新闻杨间编译。 镜头等下，咱国内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有受厝的契约甲红单，过去捌引起袂少争议。今仔日台北市地政局宣布，要互有受厝的业者，通伫申请建造的时，就通先来检视契约。但建造一落来，新好的契约就通摕来用，安尼就当减少买卖纠纷。我们特别针对这样子的痛点，我们提出了解方。 台北市长周万安讲的痛点就是遗售厝部分，遗售厝契约地方政府比早伫准年7月就入路，不过一本把挂页的契约，自业者摕到建造了后，互地政局实质审查，爱袂少时间。 我们提前到建造申请的时候，就同步来帮业者做契约的审查这个动作。那在整个建造执照申请的时间大概是2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帮大家审好，那我们连红单都一起帮大家审好。 过去因为建造申请好势爱一段时间，有业者就会偷食步，先用红单卖厝。官方若发现契约有问题，就已经袂符合。过来契约规定，有时阵会出现亲像停车位、管道无写，也是有一寡不利消费者的所在。因为民众拄到契约资讯无透明、无完整，希望透过提前比查，互建商有充分的时间拟定契约，嘛减少消费纠纷。 其实我们觉得契约比对这个东西真的很棒，因为很多的民众会担心我在建案的现场上面所签的合约可能会有一些落差，但是我们现在透过这个所谓公部门的比对，一比对就会知道，就是说到底是不是真的。 比早通过遗售厝契约，地政局嘛登录到台北地政找厝家的网站，互民众通照地区建案等等，看到公开资讯，减少遗售厝的交易风险。记者台北台北采访报道。中国去年以病虫害做理由暂停咱台湾的往来食价进口，影响咱台东的农民。台东县政府就决定讲，要由副县长带团去中国亲身说明，嘛向中央去申请甲报备，也毋过一开始是无通过，昨昏。 赶紧报警了后，已经顺利通过审查，所以伫今仔日会按照计划出发去中国。台东县副县长王志辉、带进往来小客的农民代表、甲农会总干事等等一行人，日总算府透早飞去北京的飞行机。王志辉讲，这抓去主要是趁疫情转好了后，去中国向农政、甲官务等等的单位说明往来小客检疫的流程，希望中国会当恢复进口台东的往来小客。也刚好随着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赴大陆去说明我们在台东农民农会，还有我们县府大家共同的一个成果。台东县政府表示，因为副县长是政务官，去中国按伊规定，在7天前送移民署联审，公文在3月初就送出去。不过在出发前1天，也就是2日，接到移民署爱国审议的通知，因为爱等县府回应农委会，即个去中国说明往来小客防检疫的措施，敢有符合政府的规范。 嘛，因为伫出发的前1天才去向通知爱国审，所以外界认为讲是农委会卡关。不过农委会强调讲，并无反对台东县政府组团去中国，争取往来小客恢复外销。那所有的防检疫都有相关的规范，而且这个规范都是
中央政府对中央政府，这个台东县政府具体的说，所有的防检疫规范都会符合中央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底下，我们当然不会反对这样的一个行程。是沟通不顺利的地方，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对大众有利，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祝福。台东的往来食客去中国以内底有有害生物混解壳糖为理由暂停进口，已经进入第3年，农民的损失是真正大。台东县政府强调讲，即马有机会去中国，甲消费者说明，往来食客即马已经有法度是有害生物零检出的程度，当然嘛要积极来争取，嘛真欢喜看到中央的单位会当搁一届来协助往来食客外销去中国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来关心，昨下晡台北的内湖甲苏花公路拢有发生车祸，造成2地交通大塞车。另外，伫台东是有一个乌鸡桑落车的时，那亲像是袂记咧拍手动，规台车全出落海。搁较害的是，伊的看手坐伫车顶，加载救起来了后无大碍。先下海，将民众先协助他穿上救生衣。这台乌色的轿车车头踩海，80几岁驾驶，敢若是落车时阵袂记右手动啊，伊70几岁看守还阁伫咧车内，对车跋落去海。金樽渔港安检所人员在执勤时，听见港区发生巨大声响，随即运用港区监视系统，发现在绿灯塔处有一辆名车落海。立刻派遣同仁前往救援。我们是看到他滑行下去的，老先生有跑过去要压车子，但是那不可能压得住。这件意外发生伫咧台东县东湖乡的金樽渔港，海巡人员发现了，随派吊车来救人。好在在老妇的人送医了，只是惊到无大碍。同款也是离下昼，苏花公路大高线路南的车道发生一件交通意外，一台山石车跨过中线要超车，甲一台游览车机围着，甲路挡掉的双向拢塞车，塞正严重。山石车车头海港真严重，驾驶掉伫咧车内，但是抑阁知影人会当因为现场清理点外钟，车流才慢慢消透。因若伫台北内湖受大型的动力机械经过内湖成美桥时阵，敢若是东亚派去甲机器弄桥墩。本分局知悉后，立即启动交通快打，增派警力，加强周边道路交通疏导管制，并增强周边的警示作为，以维护用路人安全。因为这拄好是内湖科学园区下班的时间，警方赶紧排除现场。好在在车内2个人拢只敢若轻伤，不过照规定，下昼5点到暗时7点。机动机袂用使成美桥，警方将会该开单。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拍算要起全国上大的欠电设施，这是引起附近民众反对。啊，伫凤山区的文华里有民众是发现讲，另外一搭欠电的设施离徛街无够3公尺，还有附近有天然气的管线代替地下化的铁基路，互民众真烦恼。伫今仔日徛出来抗议。拍开后门，头前就是一个欠电设施，离徛街无够3公尺。高雄凤山文正路甲文昌一街交车路口的土地，去年9月中开始动工，对外讲是无断电备用系统，因为设施互铁皮挡掉的，居民嘛无清楚内底的状况。但比变电箱搁较大的欠电设施愈来愈多了后，居民嘛发现无啥对。我们就希望它撤掉，因为它离住家太近，还有那个铁路地下化太近。如果真正的是好的话，他就要出来跟我们讲公听会啊，让我们百姓更了解这些方面的东西啊。居民伫附近4个挂抗议的布条，因为工程毋但无事先通知里长居民，地点伫我伫徛街边仔，天然气管线就待伫欠电设施甲徛街中央，边仔绿色步道下骹都有代替的铁基路，居民就惊万一设施起火还是爆炸，毋但危害附近徛街，嘛可能造成公安事故。有关除人案场，市府会以维护市民居住安全为优先，严格把关，要求业者落实安场的维运管理。我们也会持续积极与里民和业者来沟通讨论。工程约定伫今年11月中完工。高市经发局强调，经济部对欠电设备有相关的安全甲认证的规范。会监督厂商做好，但里长认为租赁厂本来就是争议的设施，涉地的厂商应该事先通知并开公听会，等里面同意才来起。对此，经发局回应会阁集中协调。记者陈环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宜兰所学有正珍贵的冷泉，嘛是当地
重要的观光资源。最近伫网络顶头就传出一段影片，讲有一个查甫人，那亲像是伫冷泉区洗鱼啊。有民众认为讲安尼是真无道德，嘛无卫生。公所表示，因为这个所在才是开放的公共空间，所以这当形容可坑的。有一个查甫人，敢若是鱼太好了，提起苏澳阿里斯区冷泉水，回面后面将鱼架铺在网络顶，有人认为真无卫生。当然觉得不舒服。怎么说？因为这个是个冷泉，让人家泡脚的。唔好啦。哪个？你也平在照开观光地区，要洗物件。因为真侪观光客会来阿里斯区冷泉、水冷泉或者是浸脚，看到有人伫遐洗鱼，真无爽快，会影响当地的观光。就算是普通时啊，也是有民众来冷泉池内面游泳浸脚。因过做电工所的资料，阿里斯区冷泉早年是当地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水源，会伫遮洗菜、洗衫，有一寡士大人也有这种习惯。这个过去传统上加水尾其实就是可以让民众来洗衣服的。当然是水尾所以水就可以很快的排出。所电工所讲，阿里斯区冷泉是开放空间，针对这个查甫人的行为，无法度硬性规范，只可能用可坑的。因为冷泉是活水，洗过垃圾水会漏掉，袂漏伫咧冷泉内面，希望民众放心。记者综合报道。所谓科技结合艺术，这是嘉义县头一届的亲子艺术节，邀请10组表演团队计共有62场的演出，而且佫有22场的体验工作坊。精彩的风云表演，大家的囡仔静静看。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为4月7日开始，要伫连续假期举办亲子艺术节。这个62场节目，还有22场相关的体验活动。那另外还有表艺中心的安排了精彩热闹的假日市集。那在4月1号到4月8号、9号。这是嘉义县头摆举办亲子艺术节，有10组表演团队带来剧团的表演，佮有丰富的工作坊甲展览，望大人囡仔拢会当有丰富的技术体验。原来咱的生活、咱的水，有更较无同款的表演的方式，这对囡仔来讲拢是真好的启示。就可以从小就可以了解、学习、体验，然后去感受这些艺术的熏陶，这样。对。嘉义县文化局表示，第一届亲子艺术节佮引进数位科技，增加亲子参与的感受甲互动，嘛丰富在地艺术内容的多元性。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那屏东潮州镇公所有推出2023年的导览地图，真受欢迎。因为地图的另外一面就是岛仔耍，内底好食的、好耍的，内底拢有。1、2、3、4、5、6。屏东潮州镇公所的观光地图今年专工设计做岛仔耍，予游客当扫地图顶悬的 QR code， 就通知影景点的资讯。这是一个桌游地图哈，你扫 QR code 可以在这边找到任何的资讯。就是在我们现在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桌游活动，也欢迎大家来潮州这边游玩。这款岛仔耍，乃当用领导决定要去倒位佚佗，每一个所在各有指定的任务，予游客佚佗的同时，各通挑战无同的关卡。今年特别设计了一个我们的那个桌游的游戏。那这个桌游的游戏，它的特色在于说，各位民众，你如果已经完完整整的走过我们各个吃喝玩乐的景点的时候，你玩这个手游的游戏就会有十分的有乐趣。潮州镇公所表示，未来会继续开发多元的文创商品，增加观光的元素，嘛让游客透过这款趣味的方式，看到潮州镇的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是禁止处罚囡仔，那咱国内的民法嘛拍算要修法，明定讲父母袂使对囡仔有身心暴力行为。也毋过根据家扶基金会的调查，囡仔互父母体罚的比例也是无低。伫小学的阶段，大约也阁有18%，而且内底阁有2成的囡仔会吸家长拍。请向囡仔费尽心力，毋过为家长有时阵伫个离地线长期的时阵，会对囡仔出手。家扶基金会用问卷调查之下，回收1万多份有效的问卷，发现做到体罚的之效，小学阶段上悬有17.9%，体罚方式用维持姿势上悬有34.4%，另外是用物件，抑阁用拳头部甲卡毯，也有13.6%。
想方设法就是我不要被打，可是不要被打，他并不是去改善他的行为，他发展出了更多奇奇怪怪的行为，这并没有改变到孩子的行为，让反而造成更严重的状况。教父表示，体罚不一定会有效约束行为，不过肯定会伤害亲子关系，影响至少身心健康。调查显示，将近70%失去自信，3成自我否定。用3种方式体罚的囡仔，差不多4成会用暴力解决问题。广东大建人歌手林宥嘉对有数量这么多囡仔遭到虐待，感觉心痛后甜。每年却可以有1万个这样的家庭，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也许你听到这一段话，你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点像我一样，会觉得很心酸。歌手林宥嘉宣导用爱包围，呼吁父母拄到饲囡仔困难，影响专业机构求助。数据显示，虐待囡仔有5成以上是父母。教父指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禁止体罚囡仔，日韩也修法禁止父母体罚。国内也要对立做，在最近公告民法修正草案。记者综合报道。下晡通天下镜头来瑞典。瑞典即马要开放15岁以下的少年家无驾照嘛会当赛车，也毋过是规定讲，这只车爱先改过，时速爱限定伫30公里以下。So this is my car. It's a BMW in the 5 Series, F11, I think. And I got it for a year ago in April on my birthday. And I usually use it when I travel to school or meet out with friends. 当大部分的国家15岁青少年敢若会当骑脚踏车，或者是轻型的机车的时阵，一个伫瑞典15岁的少女伊芙琳娜已经会当赛车拍走啊！伫瑞典，稳准15岁以上有轻型机车驾照的青少年会当赛这种改造的慢车 A-Tractor 的法规，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初当时，这种改造的慢车，伫1930年代大萧条的时期是真时行。迄当阵农业设备欠缺，所以政府允准农民改造简单的农用车。到1950年代经济复苏了后，这种改造的慢车需求量减少，煞开始伫庄脚少年人之间流行起来，甚至去互青少年看作是会当独立自主的一种象征。若最近这几年，这个改造车的风潮，偷偷拓去到城市，亲像伊芙琳娜这种好野人家庭的囡仔，嘛有这种大牌子改造过的车。Så det här är en A-traktor då. Vi har monterat den här, LGFen. Vi har monterat dragkroken som man måste ha. Vi har begränsat utrymmet i bak så att man inte kan lasta fler personer eller gods. Och vi har även begränsat den i motorstyrningen så att den endast går i 30 km i timmen. 就亲像这个车厂的头家讲的，这类车都要有各种安全的限制，除了干那会当载驾驶甲副驾驶，车速嘛甲高尔夫球的车差不多，而且透过后道搭3角的警示牌啊，提醒后壁的车都要特别注意。最近注册这类改造慢车的数量，伫短短2年内就翻倍，拢总差不多5万车。不过，这类车会开始流行。除了让青少年通勤方便以外，还佫延伸出一种次文化 EPA Dunk。这是透过改造人买来的卡车，配真响动的灯光甲音响，做伙赛车来开音乐 party 的活动。因为这种改造慢车的使用者大增加，根据数据显示，从2020年以来，相关的事故伫这5年来增加5倍以上，是真惊人。后边委员会伫今年3月份嘛批评这项交通制度，因为应该爱提悬相关的限制。伫瑞典的案例引起全球的讨论的时阵，美国纽约礼拜发生一个重大车祸，一个16岁少年家无照驾驶，车常常发生事故脱火，致使车底5个8岁至17岁囡仔死亡。敢若有一个9岁查甫囡仔有活落来。官员指出，迄当阵这只车哪像是无超速。可能是赛车的人伫多久，或者是无专心，才会造成这个车祸。目前还佫持续伫调查当中。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镜头来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面对镜头的时，伊标准的穿插拢是穿军用 T 恤，也是外套。伫背后其实有真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俄乌战争开始烧战了后，伊就改穿乌克兰国产的军衫，嘛呼吁乌克兰的人民爱团结，爱同齐对抗俄罗斯。就是这款爱国的信念感染乌克兰的人民，即马伫乌克兰是真流行穿军衫。
无论是对全民发表演讲、巡视战地，或者是战后第一摆访问华府，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拢是一身军装的打扮。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外界看到泽伦斯基放弃西装的裤带，继续穿插，改穿印有乌克兰国徽的 T 恤。乌克兰军用品牌 M-Tech 有用外套、军用裤、甲鞋仔、甲外交礼仪无共穿插，明显传达伊领导风格，甲乌克兰团结一致抗俄的爱国信念。Попередній президент носив іноземні вироби Карінтію, а це перший президент, який одягнув виробництво власної країни. M-Tech 执行长透露，泽伦斯基早伫2019年胜选上任了后，就改穿国产品牌衫。M-Tech 保暖外套就是其中一件。2021年17月，泽伦斯基被到华府进行战后第一摆的外交访问，伊军装加上无精力的面容，透露最高将领伫战时对外表达真需要国际支援的明确信息。伊透过军装向国际社会表达乌克兰对抗俄国战争鲜明立场甲态度。伊引经几点以前为本的演讲，消除军装背后稳重的集权意识，成功建立伊的领导形象。He tends to be quite decisive. He's so he doesn't overly deliberate on decisions. I think that's kind of important in wartime. He's a superb communicator, which is important to rallying support domestically and overseas. I think that's probably been one of his greatest assets. 泽伦斯基的军装穿插带动乌克兰的新流行，总统穿过 T 恤甲军用外套，加做国民服装，无分男女，加做人人拢一件一小品。赶流行的背后是对国家甲军队的支持。Ну, справа в тому, що в 2014 році в мене пішов брат на війну, в 2015-му він загинув. І для мене колір хакі – це колір захисту. M-Tech 18年前创立时阵是乌克兰第一间军用品店。2014年，尊严革命巴特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了后 ，M-Tech 开始做军装，诞生伫革命因战争更加强的加做品牌精神。俄乌战争了后 ，M-Tech 产量增加3倍，主要供回予前线士兵，第二只销往民营市场。Спочатку ми зосередилися на самих ходових і потрібних для оборони України позиціях. 各种透露真济想法甲暗示，泽伦斯基透过清查传达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坚决立场，也加做乌克兰争取更较侪国际支援的手段之一。公视新闻张淑坤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下半晡天气的变化。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3度，上悬3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7度，上悬有3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7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